姐妹平安。应该有些人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叫哲少，我现在在 UA 念 PhD， 现在第5年了。那我来 Number 已经7年了，我先来念 Master， 然后之后再开始 PhD。好，那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是否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圣经或者接触上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我来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因为就我的印象，最早印象是幼稚园的时候有去一个天主教堂，然后我只记得那个食物很好吃，其他事情就不记得了。那大约在我长大一点，幼稚园大班，在国小1、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白天是去中文学校，然后下午是去在高雄的一个韩文学校。那时候韩文老师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还有耶稣的故事。那他还送我们一本应该有1000多页的一个插画本，是一个就是有插画，然后有写一些圣经的话语在里面。那他还送我了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上面画着耶稣提着灯笼敲门的场景。我还记得他告诉我说，这个画面代表耶稣试图要进入我的心，只要我愿意敞开心扉迎接他，他也会愿意来到我的生命中。他强调着，当你听见耶稣在敲门的时候，务必要记得打开你的心扉欢迎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班上一位国文老师，那他就带着我跟班上一些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我们那时候去的是高雄大使命教会。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团契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因为我那时候国中，所以其他人也都是小朋友。他就是那个带团契的大哥哥说，就是要我们分享一些我们这一周有没有就是分享这一周感谢上帝的事情。那有一个小朋友就率先的举手，很开心的举手，他说：“我很感谢上帝，因为他在那一周投篮球投进了很多球。”那时候我对这样的感恩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你怎么拿这件事情，你怎么会感恩这件事情呢？那在我参加在那边高雄大使命教会参加很多次礼拜后，我跟我一个同班同学在同一天一起受洗。受洗结束后，我们的国文老师送我们一件摆设，上面写着“神必与你同在”。这张照片是我2个月前回台湾的时候拍的，这个摆设还留着。那随着时光一直流逝，那就是在国中、高中、大学准备考试啊，一些就是生活逐渐的变忙，我也停止了去教会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那直到6年前，我才太知大主的教会，那时候是2017年，看不清楚，2017年9月10号。那有些新来的朋友可能记得，就是你们刚填的单子。对，我那天来的教会，那时候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带我来的，也是我现在的太太 Alison。那她带我来到这里安娜堡台湾长老教会，可能是因为离开教会太久了。如果有些人还记得我的话，我那时候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积极参与这些教会的活动，也没有跟大家有很多的交流，甚至没有像现在有这个热情，我可能连很多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但那时候也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学期，大约在就是1个学期过后，我又开始停止了来教会。2022年初，我再次回到了教会，去年年初。然而在我缺席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常常回想起一次陈牧师讲到的内容，主题是来看看 ，Come and see。虽然主要内容是鼓励大家去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教会参加礼拜，认识上帝，但是我所听到的是一个我站在被邀请的人的角度，去了解认识耶稣基督的重要性。
要好好的认识自己的信仰，并且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要回到教会去，敞开心胸去看看，真正的了解基督。以及当我看到我太太 Alison 一直以来对教会的付出，这边要讲一下，我跟我太太是在2016年8月，我来到美国的第一天的时候认识的。那我们有继续交流，然后有约会。我发现她也是跟我一样是高雄人，住的地方离我家骑摩托车大概20-30分钟的距离。那她有一些国小同学，甚至是我的国中同学，甚至我母亲还认识她的表姑姑，还曾经到过他们家。在这样的一个缘分下，我们在2017年开始交往。2018年，他因为家庭跟工作的关系，他先回了台湾，那我就继续留在这里念 PhD。当他在台湾这段时间呢，他去的是台北中山长老教会，他在那里参加礼拜、参加侍奉，还有诗班，还有参加诗班，并且参加了门徒训练，而且还毕业了。他告诉我，只要有信心并相信上帝，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要相信他的大能。经过这几年远距离，我们在2021年年底我们结婚，并且再过1-2个月，他也要从台湾过来美国长期的居住。那这次我回来这里，我想要重新认识教会，认识上帝。重新建立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也试着替上帝做事，并且接下了青年团契 MARCC 召集人的一个职务。通过对大家的交流，我看到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付出，有许多长辈，牧师娘、Bernie、素、叶纯姐、仲吉兄、碧兰姐、少芳兄、阿明姐、信成兄、淑慧姐。还有大廖妈妈，还有青壮年家庭、志光家、崇玉家、玉洁家，还有竹伟家、文龙家、Brian 家，还有莫恩家。当然，我们的同工们思贤、载二、樊伟、Sharon， 还有 Sophie。大家对教会的付出，大家对教会跟 MARCC 的付出，都让我十分的有感触，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不只是生活方面。还有在信仰的方面，经过一次次的聚会，我渐渐能够把自己的烦恼琐事交付给上帝，并且依靠他，把自己的成就、收获，甚至小确幸都归功于上帝。曾经我把自己的努力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祷告的事情。我想要什么收获，我就去付出，我就努力的付出。如果我失败了，那我再更努力一点。那时候我觉得什么事情好，我就会去做，全力的去做，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在背后真正的意义。那时候我觉得，为了自己想要的事情，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祷告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就像是有种把事情都丢给上帝的感觉。现在我才慢慢的了解到祷告背后真正的意义。祷告是一个与上帝沟通的方式，使我明白他的旨意，并调整我的心意。我渐渐的能够把自己的烦恼、愿望与上帝分享。在我祷告词中最常出现的话是：我对某件事情上付出了很多，我祈求在这件事情上有你的恩典，有你的保守。请指引我一条道路，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从小到大，生活似乎蛮顺遂的。目前的生活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波折。那我究竟是谁，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祝福，使我能够坦然面对各种低潮以及各种挑战？经过这些经历，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我是这么幸运的被守护者，也让我明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只是为了自我的满足，而是通过行动去分享基督的福音，
传扬天父的爱，并充满圣灵的能力。或许过去我一直在逃避、躲避，像是在逃避上帝的呼召。这里讲个题外话，牧师可能不知道，也没有蕊过。我在缺席这段时间，有一次在微观看到牧师跟牧师娘，我起来了。然而，就像那个明信片上面所绘的，耶稣一直伸着手，一直伸出口在敲门，等待着我自己打开那扇门。尽管我曾经一次次的拒绝，假装我没有听见，但这一次我终于敞开了我的心门，迎接他的到来。就如这个百事上所写的，神必与你同在，让我不害怕，不惊慌，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耶和华我的上帝都必与我同在。以上就是我的见证，也让我透过了这些经历去认识上帝，并且回应他的呼召，让我能与主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也让我明白自己身为上帝儿女的身份。现在我才能够了解到当年那个男孩所说的：“我感谢上帝，因为我这周投进了很多颗篮球。”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感谢上帝，多么值得与上帝分享的一件事。谢谢。